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8月27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。尼希米记第9章16节到31节。以弗所书第6章21节到24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谦卑顺服。伫顺境的时学乐，伫逆境的时祈求。无论什么时阵，拢爱甲上帝有真好的关系。但是人总是会袂记这起初的疼心甲信心，特别是伫顺境的时阵，就袂记这上帝的呼召，嘛袂记这上帝。以色列国的第一位国王扫罗王是安尼，伊得到位了后，就家己骄傲，掠做讲受到高抹，做王了后，就会当想要做啥就做啥，所以伊就无谦卑，无顺服。大卫王嘛是安尼啊，伫人生的高峰的时阵，袂记这上帝的呼召甲命令。因为美色来得罪上帝，伊犯着奸淫，伊杀着人，不过阁袂歹，伊有警醒，愿意悔改。以色列人伫因的历史的中间嘛是安尼，总是伫逆境的中间埋怨上帝，伫顺境的时袂记得上帝，骄傲自大，却无愿意认罪悔改。总是伫逆境埋怨上帝，并毋是一个好事啦吼。尼希米记第9章16节到31节，安尼来提到着以色列人的问题。伊讲，但是阮的列祖骄傲自大，硬心毋肯悔改，无听从你的命令，因毋肯顺从，无纪念你伫因中间所做的奇事。竟然硬心毋肯悔改，家己设立领袖，存心背逆，想要活倒转去因做奴才的地。总是你欢喜赦免人，你有恩典，有怜悯，无快受去有满满慈爱的上帝，嘛无放杀因。因虽然做一只牛仔，讲这是带恁出埃及的上帝，安尼大大来亵渎你。毋过你有极大的怜悯，无放杀因伫旷野，日时分条无离开因，带因行路，暝时火条嘛无离开因，照光因着行的路。你想使你善良的神来教示因。无收回你的玛纳，互因无物件通食。因喙干时，犹原想使因有水通啉。伫旷野40年久，你养饲因，互因无欠缺半项。因的衫无破，因的骹无碰拍。你将列邦甲遐个人民交互因。将周围的土地分予因，因得到希实本西昂的地，甲巴山王恶的地。你予因的子孙亲像天顶的星汉年济，带因到你应允因列祖要予因承接的地。因的子孙入去承接迄个地。你伫因的面前制服迄所在的子民迦南人，将迄个地的君王甲子民拢交伫因的手，处在因的意思对待遐的人。因攻取坚固的城，肥的土地，得到放满逐款好米的厝地，甲开便便的水井、葡萄园。橄榄园甲真济果子树，因得到食饱，身躯肥，因为你的大恩，心内快乐。毋过因竟然毋顺从，背逆你，
将你的律法ฮ็伫骹只后，因开始苦劝因规往你的先知大大来亵渎你，背逆你，将你的律法ฮ็伫骹只后。所以你将因交伫对敌的手，互因受苦楚。因拄着苦难的时哀求你，你就对天顶阿落听，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互因有拯救者，救因脱离对敌的手。因享受太平，煞搁伫你的面前做歹。你去杀因，因甲因交互对敌的手，受对敌管辖。因活倒转求叫你的时，你犹原对天顶阿落听，照你的怜悯一遍搁一遍解救因。你劝诫因，爱因活转顺趁你的律法。毋过因骄傲自大，毋听趁你的诫命，违背你的命令，人若遵行，就会得到我命。经头越走，疑心固执，毋肯听叹。你容忍因真济年，你的神通过你的先知劝诫因，因犹原毋听，所以你将因交伫列国人民的手。毋过照你极大的怜悯，你无消灭因，无去杀因，因为你是有恩典、有怜悯的上帝。真好是，因为上帝是怜悯甲赐福救恩的上帝。虽然人来背叛伊的诫命甲道路，但是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，上帝就会用伊真大的怜悯赏赐赦免的恩典。只要咱莫安尼定睛听无看无，心内公义，就要得到领受救恩的机会。保罗伫劝勉以弗所教会基督徒，就爱警醒，最后祝福因会通领受到迄耶稣基督的平安、仁爱甲信心。因为谦卑顺服甲主同行，就要必定来领受这种种种的恩福，有主的同在。以弗所书第6章21节到24节，保罗安尼讲：咱亲爱兄弟，嘛是主忠实的册用推基果，会报恁知我的代志甲近况。我找伊去恁遐，目的是要报恁知阮遮的情形，互恁的心得到鼓励。愿天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赏赐平安仁爱，甲信心福种兄弟姊妹。愿上帝的恩典甲所有用不变的听来听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。诗篇119篇97节到104节。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，规日哪念哪想。你的诫命不时伫我的身边，互我比我的对敌较有智慧。我比我拢总的先生较通达，因为我哪念哪想你的家事。我比老人较有智慧，因为我遵守你的律例。我禁止我的脚行一切的歹路，我通遵行你的话。我不偏离你的规例，因为你有教示我。你的话伫我的喙内，比蜜更较甜。我对你的律例得到智慧，所以我怨恨一切邪恶的路。恳求主来帮助阮谦卑顺服，愿成做一个忠心仆人，明白上帝的旨意，愿意缀主的脚迹。求主你引带阮行正确的道路，直到见主的面。
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免。